Aquafield. 首尔地铁3号线三松站，从3号出口步行大开，10至15分钟。我在 KKday 机场买门票，会比现场买便宜2000韩元，每位成人23000韩元。进场后可带入小时，这里设施高级，环境整洁，享受汗蒸膜之后还可以逗逛。这里的是尔福百货商场。呢就到成早餐啊！沖涼。哇，多人啊！